月相傳奇古仔終於都講完啦，但係呢個其實只係開始啫，好戲在後頭。歡迎大家跟住飛仔哥點擊頭像關注，收聽未來更加精彩嘅講古講粵語、講華人歷史嘅節目。飛仔哥相信你一定會覺得同樣精彩，因為飛仔哥嘅粵語節目唔需要受太多嘅平台限制或者版權限制，可以更加自由發揮。只要你跟住聽，大部分節目都係免費嘅。歡迎大家參與飛仔哥嘅百萬鐵粉撐粵語，一人1蚊雞活動，一切只係啱啱開始啫。第二個原因就係因為呢本書係一本對廣東歷史文化嘅創新作品。只要係創新，就難免有缺陷，特別係普通話同粵語嘅差別導致嘅。作者係一個70幾歲嘅老人家，能夠創作已經好唔容易，所以佢嘅小說部分文字比較難明，語焉不詳，粵語翻譯工作進行得好慢，而且廣東歷史題材嘅作品會受到嚴格嘅審查，喺出版嘅時候，文字刪減比較多，同樣增加咗翻譯嘅難度。但係粵語歷史文化作品，有思想嘅粵語古仔係一定唔會永遠被和諧甚至消失嘅。有良心嘅粵語文化作品一定唔可以好似古董咁進入博物館，然後永遠喺現實消失。我哋一定要等粵語傳承落去，等粵語文化傳承落去。一種語言冇咗故事同戲劇，冇咗歷史，冇咗精神嘅語言必然會消亡。呢本書嘅意義就喺呢度。點解新世紀嘅粵語冇咗自己嘅文化作品啊？要靠翻譯北方嘅垃圾網絡小說嚟證明自己存在？呢個本身就係一種自我閹割、文化上嘅斷子絕孫行為。